自我，硬漢子拼出一身刺，流汗血盡赤心，追尋大意義。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市面上有好多防護用品，亦都因為需求大增而出現缺貨嘅情況。相信早前大家都估唔到，一支細支嘅消毒液曾經賣到50-60蚊一支。而隨住市場嘅供應慢慢回復正常，佢嘅價格亦都開始回落到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啦。不過而家疫情持續，相信好多市民都會繼續買定多啲，放喺屋企以作不時之需。大家喺購買呢啲消毒液嘅時候，除咗會關心價格之外，有冇留意支消毒液嘅成分當中會唔會含有一啲有害嘅化學物質呢？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擴散，除咗口罩之外，其他嘅防疫用品包括消毒酒精同埋消毒搓手液等等，一度被搶購一空。市面上亦都出現林林總總嘅消毒用品，真係令人眼花繚亂㗎。而最近就有不法商人借機圖利，竟然以毒性強嘅工業用甲醇假冒醫用酒精乙醇，不慎使用嘅話，好可能會致盲甚至致命。堅哥，唔好意思啊，瞓過籠，遲咗少少。唔緊要啊，堅哥你真係好嘅啫。我話約你10點，依家都係2點幾啫嘛，都未到下午茶時間。啊，堅哥，你餓唔餓啊？買嘢俾你食啊，我請。係，仲買嘢食？近期啊，多咗好多客幫襯我哋啊，真係日日做到冇停手。晏啲先啦。哦。一陣3點咧，你幫我去光明街交收一盒12支裝嘅酒精消毒噴霧。個客已經過數俾我㗎啦。知道。另外今晚你揸車出嚟啊，車位上水攞貨。我入咗批咧酒精消毒噴霧同消毒液，我約咗老書明今晚攞㗎啦。啊，堅哥，我想問下咧，近排出邊咧啲消毒噴霧啊同埋搓手液咧都有賣啦，你仲入貨？呢批貨我賺硬嘅。吓？賺硬？個疫情一日未受控，我都大把生意做。你知㗎啦，依家啲人咁注重衞生，再加上我啲貨賣得平，呢批貨啊幾日之內一定可以賣晒。啊，今晚真係要問下老鼠明入定多啲貨先得。堅哥，你攞到咁多貨咩？絕對冇問題。阿老鼠明話啲貨咧，我要幾多有幾多。啲貨個批發價咧，我計過，仲要平過出邊一半有多添。呢次啊，真係可以賺到笑啦！啲貨啊，真係可以消毒㗎。咁點解？點解會咁平啊嘛？因為用咗工業酒精啊，即係甲醇啊。咁佢哋咪可以降低個成本，賣平啲俾我哋咯。吓？甲醇有冇危險㗎？好似有毒嘅喎。你識乜嘢啊？甲醇同乙醇啊，都差唔多嘅啫，咪一樣係酒精。佢哋啊，只不過用咗少少甲醇，攞嚟殺菌消毒啫嘛，冇事嘅，放心啦。喂，你而家去倉嗰度咧，幫我搬定啲貨出嚟先啦。哦。哇！呢間啲消毒噴霧平過出面喎。打電話去問下先。喂？喂，唔該你吳生啊。哦，我係啊。啊，你好啊，我想買消毒液同埋噴霧㗎。冇問題啊，你需要幾多咧？
啊，我想要1盒12支裝嘅消毒噴霧，同埋1盒10支裝嘅消毒搓手液啊。哦，冇問題啊。咁你想幾時交收啊？今日5點半 O 唔 OK 啊？可以啊。咁你想喺邊度交收咧？咁喺九龍良榮大學門口等啦。OK 啊。嗱，我覆你先啊。你咧就要1盒12支裝嘅消毒噴霧，就240蚊。嗱，同埋1盒咧就10支裝嘅酒精搓手液，就250蚊。咁總數咧就加埋咧就490蚊。等陣咧我就俾個戶口號碼你，你入咗數之後咧就通知我啦。OK？好啊，唔該。咁陣間咧5點半就喺九龍良榮大學門口見啦。OK。喂，嗱，聽到啦，執定貨5點半出去交收啦。知道。你係咪阿陳小姐啊？哦，係啊。我叫阿龍啊，係吳生咧叫我幫佢哋交收嘅。好啊。咁呢度咧就係你要嘅12支裝消毒噴霧同埋10支裝嘅搓手液，總共係490蚊。啊，好啊，好啊。嗱，唔好意思啊，頭先本身諗住去銀行過數俾你哋㗎，不過臨時公司係要開會行唔開啊。唔緊要啦，最緊要你多啲幫襯嘅啫。好啊，拜拜。拜拜。出門口返工嘅時候係有少少紅，哇！但係而家一笪笪，好似出疹咁嘅，又唔似俾嘢咬㗎喎，唔通係敏感？我究竟掂過啲咩嚟啊？試下先，你都幾好喎，唔係好辣。係琴日買嗰啲消毒液，點算啊？而家隻手要嚟痕啊，仲好腫添喎！唉，唔得啦，要快啲去睇醫生先得啦。片段中嘅騙徒用有毒嘅甲醇代替乙醇去做酒精，其實已經違反咗商品說明條例。一經定罪，最高係會被判罰款港幣50萬同埋監禁5年。而呢啲假嘅酒精，除咗唔能夠預防病毒，仲可能會危害健康添。所以大家喺購買任何嘅防疫產品嘅時候，除咗要去信譽良好嘅店鋪，仲要留意產品嘅成分表，以免得不償失啊！甲醇係有機溶劑，含有毒性，可以透過皮膚進入人體而導致中毒，破壞肝臟嘅功能，亦可能會引致失明，甚至乎死亡，係唔可以用作一般清潔消毒用途㗎。香港海關喺3月2號搜查咗4間位於粉嶺、上水同埋元朗嘅藥房，共檢獲110支懷疑附有虛假成分說明並含有有毒甲醇成分嘅消毒酒精。之後再喺3月4號搜查一間位於觀塘嘅貿易公司。行動中，1名藥房董事、3名藥房店員同埋1名貿易公司負責人，因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同埋消費品安全條例被捕。喺度再一次提醒各位商戶，千祈唔好趁機渾水摸魚，以誤導性嘅手法去銷售商品，又或者出售一啲唔合乎產品安全標準嘅貨品，以免觸犯法例。我亦都喺呢度提提大家，喺使用消毒酒精嘅時候，謹記要避免靠近熱源又或者火源，唔好喺吸緊煙又或者高溫嘅環境之下使用。用完之後，一定要即刻將容器蓋關上，咁樣就會安全好多啦。大家要記住啦。而接住落嚟，有一宗發生喺秀茂坪安秀道嘅交通意外案件，向大家作出呼籲。呢一度係秀茂坪安泰邨錦泰樓對開嘅位置。喺2020年1月12號星期日嘅下晝6點35分左右，就喺大家見到嘅位置發生咗一宗致命交通意外。而一名70歲嘅男子喺意外中死亡，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協助調查。當時一名男子駕駛小巴沿安秀道往將軍澳方向行駛，當駛至安泰邨錦泰樓對開嘅時候，
懷疑撞到一名過緊馬路嘅70歲男子。呢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昏迷被送往醫院治理，可惜喺夜晚7點20分被證實死亡。警方喺呢度呼籲，喺2020年1月12號星期日嘅下晝6點35分左右，有冇市民又或者駕駛人士途經秀茂坪安秀道而有目擊到意外發生嘅經過呢？有嘅話，請聯絡東九龍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2隊，電話係2305-7500，2305-7500。KJ 啊，你估下要拆走一塊普通嘅車牌需要幾耐嘅時間呢？拆個車牌雖然就唔係好難，但係咧我諗最少都要1-2分鐘啦。如果需要拆走一塊車牌咧，真係一啲都唔難㗎。其實只要有工具，快嘅話唔使30秒就拆到落嚟㗎啦。而近期就有賊人用純熟嘅手法，把握車主嘅一時疏忽，將佢部車嘅車牌偷走啊！但係偷車牌，車牌偷嚟做咩？阿 May 送個咁靚嘅頭盔俾我，今晚煮翻個愛心牛排去食先得。咦？車牌鬆鬆地喎，不如趕住同阿 May玩煮飯仔。唉，唔整住啊！死唔去嘅，等下先整啦。大雨中，一天我心。咦？個車廂冇鎖喎。個車牌鬆鬆地嘅喎，仲有慢車證添，橫掂都係啊，攬埋走啦。車主咁冇記性，做嘢又咁求其，梗係容易俾人有機可乘啦。片段中嘅賊人亦都已經干犯咗盜竊罪，一經定罪，最高被判監禁10年㗎。其實近排各區都有多部電單車失竊嘅案件，賊人偷取電單車車牌、行車證同埋車上嘅財物，除咗自用，仲會拆件販賣，甚至用作其他不法嘅用途。我哋一齊睇落去。喂，野龍，你平時做運動都龍精虎猛㗎，點解今日條龍變咗成條蟲咁樣啊？我撳住隻腳先啦。唉，我呢排啊好黑仔啊，有幾黑啊？前日有部車啊泊喺街啊，個車牌同埋行車證都俾人偷咗啊，出唔到街整，
要叫拖車同埋買車牌，嘥咗成千幾蚊啊！咁啊真係幾黑㗎喎！喂，好痛啊！唔好意思啊。唉，最慘啊！阿 May 送俾我個頭盔啊，都俾人偷埋啊！而家我呃住佢先咋，話我妹個 friend 咧中意攞咗去睇。唉，始終咧紙包唔住火，都唔知點算好啊！我仲黑過你，你又幾黑啊？上星期我部電單車俾人偷咗啊，依家應該俾人拖埋添啦。咁啊乜都冇？有乜啊？手尾啊！嚇！喂，睇住我啦！唔好意思啊。我外母啊，琴日出街啊，買咗一袋二袋，有部電單車走埋嚟搶我銀包，跟住著聲咁走喎。你知外母幾要面㗎啦，死記住個車牌，話俾差人知。跟住啲阿 Sir 嚟揾我先知領嘢。吓？唔係偷你車牌嗰個走咗犯案啊？咁你真係黑過我咯！先生，健哥，係咪呢款啊？係呢款啊，堅哥。堅哥啊，既然佢都係二手，不如你平啲俾我啊！乜嘢二手啊？我新買㗎，買咗2日咋。哎呀，唔係我要啊，其實係我阿哥話要啊，佢用嚟氹女朋友㗎。佢可能係我未來阿嫂嚟㗎啦。哦，原來補鑊，咁咪幾多錢都抵啦。堅哥，我知你窿路多先揾你幫手啫，最多我第時介紹翻多啲 friend 幫襯你咯。衰嘅啫。咁好啦，嗱，一口價就2000蚊啦。多謝堅哥。嗱，使唔使數下先啊？唔使啦，信你唔過咩？揸住啦，我走啦。拜拜。拜拜。喂，阿哥，買到啦！咦，阿妹，你有計喎，就係呢款啊！我碌盡人情卡先幫到你買㗎咋，唔好講咁多啦，我約咗人趕時間睇戲，3000蚊速磅。得，嗱，我走先啦。好，拜拜。哇，真係神不知鬼不覺啊，連自己都呃埋啊！阿尾整翻嗰啲一模一樣喎。咦？唔係喎，呢個係咪我俾人偷咗個頭盔咧？唉，真係冇天理啊！用自己錢買翻自己失物，不過冇辦法啦，盡快拎翻去氹翻阿尾算啦，唉。咁戲劇性，能夠用錢買翻自己嘅失物就梗係好啦。但係如果賊人用偷翻嚟嘅車牌同行車證作奸犯科咧，後果就真係不敢想像啦。所以市民當發現唔見咗車牌同行車證，應該第一時間報警，仲要去運輸署補領個行車證，同記得整一個新嘅車牌啊！接住落嚟有一宗發生喺九龍城東頭村嘅交通意外案件，呼籲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更加多相關嘅資料協助調查。呢一度係黃大仙東頭村彩東樓對開嘅位置，喺2020年1月21號星期二嘅下晝6點40分左右，就喺大家見到嘅位置發生咗一宗致命交通意外，而一名87歲嘅男子喺意外中死亡。警方希望大家可以提供資料協助調查。
當時一名男子駕駛小巴沿東龍道往東面行駛，當駛至近東頭村彩東樓對開嘅時候，據報撞到一名過緊馬路嘅87歲男子。呢名男子頭部嚴重受傷，昏迷被送往醫院救治，可惜喺夜晚7點15分被證實死亡。警方喺呢度呼籲，喺2020年1月21號星期二嘅下晝6點40分左右，有冇市民途經黃大仙東頭村彩東樓對開，而有目擊到意外發生嘅經過呢？有嘅話，請聯絡東九龍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1隊，電話係2305750023057500。近期香港天氣開始比較多雨同埋潮濕，天雨路滑，駕駛人士就要提高警覺，謹慎駕駛啦。而路人喺過馬路嘅時候，一定要使用行人過路設施，同埋要望清楚有冇車駛埋嚟，又或者停定咗，確定安全嘅情況之下，先好橫過馬路啊！好啦，今集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拜拜。憑自我硬漢子。